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咱今仔日来看选战，新竹市民是全台最少年，高碳、读册悬，又搁加薪，选一个市长有拿也有力。那么这一摆，敢会出现一个白？到底因的政见是啥物？或者是只有知影两个咧烧吗？一个伫边仔咧耍耍，唔知影伊是咧创啥物？刺激，真刺激！但是我想要来真正探讨，新竹市民真正需要啥物货？首先，咱来了解到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是咱台湾师范大学政治所教授曲跳雄曲教授。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二位是咱资深的媒体人陈敏宏，大家好。那么第三位呢是咱在地新竹的科技业者吴英宏，大家好。咱首先来看讲新竹市选到这位，新竹实在讲人数也无偌济，人口400多万，但是呢，实在讲在这次的选战当中变做大家上注目的所在。原因是啥物？哇，就是因为这个论文的代志啦。高庆安啦，甲朱彻辉的代志，咱首先来看卖。新竹市长选战激烈，正做全台湾上关心的县市。民众党参选人高庆安声量超过6都参选人，选战竞争激烈，负面选战也开始拍。高庆安自北一路移队到论文风波一波波，而且嘛防质疑过去领朱彻辉过级出张，煞含厝里人出去佚佗。高庆安是讲，若是有做，就要退选。我觉得没有拿我爸妈的任何一张发票或者是一张机票来跟资策会做情还。如果我有这样子的事情的话，我可以立刻退选，没有问题。也那民进党参选人沈慧卿是何必来到电子报董事长吴子嘉逼出，有找郭文哲讲台北市副参事的职务。高安利用吴子嘉这一类的名嘴打手去创造新闻跟谣言，这就是民众党一惯用的造谣。林经营是表示，沈慧卿早就想要立白合。沈慧虹从很早以前心就不在新竹市，早就是骑驴找马的绿白河。三脚岛选战拍甲真热，国民党籍台中市长罗秀燕则拄替党内林经营辅选。过当天，罗秀燕煞搁热情欢迎高庆安，林经营赶紧强调新竹市民真巧，袂互假气保策略操控。到底是拿白合，还是拿滚变莲花？新竹选情是互人看甲不飒飒。新竹市选战继续大乱斗，唯一当确定的是，这是一场外界形容连喘气拢爱真细的选战，无到最后输赢也阁真歹讲。记者综合报道。相信节目行到这，观众朋友已经开始咧想讲，到底新竹市到底咧选啥物？选啥物人，还是选啥物议题？他拄仔你有看到影带内面咧讲，选甲无飒飒。到底这3位沈慧卿、林经仁甲高庆安这3位，因到底因的人物设定？在选战的策略顶头有啥物差别，还是讲真无凸显着，看袂出来？曲教授，我想刚开始的时阵因三边啦，因伫迄人，那你讲的人设，咱讲人设啦，就是看因的较早因的经历因读册形象啦，普通因普通是咧做啥？来设定，设定的结果是沈慧虹基本上因为做副市长嘛，伊行政经历袂歹，清华大学教授，所以伊会设定讲叫做所谓的干练的城市。流量的城市的 CEO 对，啥物叫做 CEO？对，执行长嘛，就是讲这个人高做代志，会晓做代志，因为以伊的年纪，伊的经历来讲，伊有影有这款的形象啦。第二个就是大林哥啦，大林兄啦，大林兄基本上就是在地议员出身嘛，新竹市叫伊亲经啊，有影是伊，咱这3个比起来，咱讲实在话，对新竹本地来讲，伊是上清楚的，但是即摆新竹足济都是外口来的，
并不是在地的新德人啊。无清楚，伊真清楚啦。对所以伊拍这个形象嘛是真清楚啦。咱讲实在话，上尾就是高虹安。我讲实在话，打开始的时阵，高虹安要安怎拍伊的形象啊，是就歹定位。但是即摆经过差不多要半年啦，安尼拍落来，伊即摆变得愈来愈清楚。安怎讲伊愈来愈清楚？是啊，伊是向拍还是家己拍这个形象？拢有，伊一方面是伊家己做的，另外一方面伊的对手，尤其是民进党的，甲修理，修理到尾，伊即摆伊的形象跳出来啊嘛。第一，伊熬读册，伊的读册的专长拄啊好是新竹市上最的科技嘛，这点就愈来愈明显。敢若咱家己人的感觉安尼？毋是啦，就是讲，我唔是讲家己人，什么毋是家己人，毋是这个问题，而是讲，伊即摆大家甲骂嘛，讲你摕国家的钱济哈，你的学位佫有问题，什么学位呢？人会问啊，知影讲伊是读科技的嘛。老师的意思是讲，向拍的时阵有好也有歹，安尼互向理解。选举本来就是安尼，伊即摆经过安尼几个月落来伊即摆伊的特色拄啊好，甲即摆新竹市人口内底新来的拄啊好面接起来，这就是即摆伊即摆伫咧咱讲民调内底有没有？伊小可会领先的原因就伫遮。就是讲伊的形象有没有？刚打开始，大家所以若照安尼讲，老师你的推论，你的感觉，就是这个民进党拍高庆安的这个战术是唔对的，愈拍甲互伊红，愈拍愈清，愈拍愈红。民宏，你感觉？就是差不多就是安尼的情形啊，因为拄啊开始的时阵，沈慧虹是夹着那个林志坚的。这个都市跟政绩嘛，因为伊是伊的副市长，那林志坚在新竹市做管的嘛，民调做管的，支持率也做管的，那时候政绩也很肯定。照你讲，会甲必应着呢？对啊，所以伊嘛是林志坚指定的人选嘛。不过林志坚就是因为论文的代志，还有新竹棒球的棒球场的问题，就让开始啊吼。就变成没有办法收尾了啦。那沈慧虹就变成这个整个民调或是支持度都落落来嘛。一落落来之后，加上你规个民进党又开始打那个高虹安的学历，因为高虹安的学历跟这个所谓资策会的问题，那有时候是怕到较偏一丝啦。譬如讲你说拿资策会的公费出去读册，伫资策会到底是爱做偌久的时间才能算？那你是不是摕人的钱去读册，然后马上就走啊？伫咧台湾人的心中就感觉你这个人那存不知感恩啊，不知感激，有点背叛的意思啊。所以这个东西在这个东西是有打中，但是问题是现在就是变成绿营的侧翼有人拍伊什么北一女啊，各有什么乐旗队啊，那个就拍的有点偏了啦。所以说你这样。民宏，你的意思是讲拍了无够精准，其他的所在乱拍，结果产生了反效果。对啊，而且新竹本来就是柯文哲的本营，大本营，因厝就伫遐，伊本来就是民众党的大本营了，所以伊的众多的因素加起来，变成沈慧虹高虹安就变成高起来了嘛。那你现在你这个礼拜注意看，民进党有搁咧拍高虹安无？无啊，民进党知影伊拍唔对啊。所以今仔就是看这韩国瑜啊，已经要去帮忙那个林根仁嘛，今仔就看国民党要去帮忙林根仁拉多少回来啦。那可是问题是国民党一挂人拢拿出去帮高虹安呐。你看那个论文的时候，资策会的时候也是帮高虹安讲话，然后也没有帮林根仁这个拉台。声势嘛，所以我头毋才开始就讲，伊敢若边啊，家己咧耍刷，对，唔知伊咧创啥物。这个提名本来就是唔对的，这个提名中央党部朱立伦伊是无爱这个人的，这个人是安怎产生的？就是新竹市议会伫
底下朱立伦还没做主席以前，就开始大家共同决议说，哦，新竹市长要推林耕仁，对。那后来那个朱立伦是本来要推现任立委郑正乾嘛，啊，虽然郑正乾也是新竹市的这个比较久的政治人物，可是他的形象说实在，比这种做议长、做议员的人来讲，他的形象会比较跟这2个女生较有看面啦，看面对，因为新店其实已经不是一个传统的所在啊，一个就科学城嘛，你所以说人迄当阮拄啊开始的时候，人讲啊，沈惠虹的票那落去去写人迄边，我就讲是高虹安啊，因为伊2个形象是拄啊好共款的，拢是。高知识的女性，卡到顶的嘿，对，都是高知识、高这种学历，然后这个都是很强势的女性，所以他们票源对于那个新竹市的那个知识分子或是这个选民呢，会比较相同，而且是有吸引力啊。所以这也跟人不设定有关系哦，吼。对啊。你杀出来人选人不设定，要安怎甲伊做这个处理？对啊，就是沈惠虹甲高虹安的人设拢是对的。啊，但是问题就是，伊正经是迄林志坚迄两件代志，甲沈惠虹害。沈惠虹本身，我想伊是一个欠卡的人嘛，伊嘛是做能干的人啊。无，伊哪会可能去台北市做公务局的做局长做过，然后搁去延揽去新竹市。啊，不过他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是传统的比较公务系统出身的啦，文官出身啦。对啦，伊唔是政治人物嘛。他无法武将的感觉。对啊，伊就那种爆发力会比较。结果来问这个在地吼，吴正义，你感觉恁在地，你伫遐，咱伫新竹超多偌久？40年，40多年。40多年吼，安尼在地吼，你来讲看卖，恁选到即嘛？你对这3位，你印象是啥物？我的印象哦，其实，大仁哥吼，大仁哥互我印象就是，你此前敢知影这个人？有听过伊的名啦，有听过伊的名，啊，知影伊议员足侪届啊，对啊，伊议员足侪届啊，议长是后来。议长是毋是你毋知嘛？坦白讲，伫新竹议长是啥物人吼？我嘛毋知啊。伊若毋是真正擦政治擦真深的人。其实唔知，你袂在意啦。好，啊，毋过林耕仁我是有听过啦。毋过伊是北区的啦，歹势，我是东区的。无共区，所以我嘛伊嘛无伫我的选区内底啦，所以袂去看伊的证件是啥物，啊，只是知影有这个人。吼，啊，毋过印象就是伊就是一个议员啦，伊就是传统的。政治人物嘛，就是一个足久长的议员。啊，高虹安，就对阮来讲，就是一个明星吧。好。伊可能为政治明星这条路行出来，啊，看起来形象袂歹，哦，人嘛看起来嘛水水啊安尼。啊，沈惠虹，伊就是对于阮来看的感觉，坦白讲啦吼。民进党要使出来选进前，我是无熟悉，什么人是？唔知是新不会强哦，唔知。无听进前无，不过后来我知影伊副市长嘛，啊，副市长互阮一般人的感觉就是伊是公务人员，吼啊，可能伫公务体系规个做代志的经验嘛好啦，啊，做代志的方式嘛好，可能有比如讲政治明星啦，还是长期的政治人物啦，公务人员他有一套系统嘛，啊，伫个规个市政推动来讲，有较熟。我是感觉，以我家己来讲啦，莫讲在地人啊，以我家己来讲，因为你嘛知影，新竹大部分的人拢咧拼经济啦，啊，大家就是想空想胖爱趁钱嘛。我会希望我的厝交互一个会晓做代志的人，这是我家己的感觉。是。啊，互我安心，吼，啊，无一定，伊无一定爱明星，是讲林志坚有较缘投啦，对，啊，伊是明星，伊较缘投啊，少年。啊，毋过对我来讲，林志坚有家己的政绩做出来，对阮即个会所的爸母来讲，
是有真大的帮助啦。对恁这个会所，这安怎讲呢？譬如讲，针对着恁处理的是谁啊？是，还是恁处理的是大人？是啊，有所照顾，所以恁感觉有感安尼吗？坦白来讲吼，阮是号做三明治族群嘛，啊，老的老，细的细。啊，我头一个囡仔出世的时阵，拄好过年林志坚做市长，吼。啊，所以我规个育儿的过程，我甲阮牵手规个育儿的过程，其实林志坚的施政对阮帮助真大。我就讲规个就好啊，大家拢叫伊公园间呐，因为起足侪公园嘛。但是这公园其实对不管是阮这运的有小朋友啊，是主科妈妈来讲，囡仔带出去放电安尼吼，对，迄是真重要，迄是真重要。足侪公会使去佚佗嘛，安全性而且拢整理过嘛，所以清气安全，迄是阮最重视的一点啦。第二点是，伊有做一个叫做联合儿童急诊的联盟啦，就是新德市有几个地区医院嘛，台大、马偕、国泰，因为轮值讲，就是什么时阵是24小时儿童急诊哦，有儿童专科医师进驻的急诊，这对阮爸母对阮来讲就真安心吗？嘿，就是讲你半暝，因为较早你囡仔要上急诊，你去较急诊，伊无一定有儿科医师啊。你上到遐，你唔知你啊上到对有儿科医师啊，这是足烦恼的一件。吴总，我听你安尼讲起来吼，我那会感觉讲，虽然可能咱拢唔是新德人，所以咱也拢唔知，但是在这摆的选战当中，拢无去用提起啊，拢是讲到论文啦，对，拢是讲到论文啦。政策这个到底是这策略上？有失了信号，还是安怎？是啥物失了国产？民宏你的感觉？这都是林志坚第一届论文去用拍的时阵，就发，我感觉民进党伫处理的时阵有小可错误啦。你应该学迄高雄迄个李梅珍共款，你就莫阁讲啊，你就讲啊，我一切拢遵守台大安排，甲迄个中华大学。中华大学的这个裁定，然后就把这件事坑了，然后你就专心拍你的选诊，你伫桃园选嘛，你东西伫桃园选依照你伫新的政绩来讲，你应该是说服很多桃园人都会选你。那时候伊的民调嘛是比张善政更发管啊，所以说伊不过伊论文的问题变成就是要坐到底啊。就是要甲好好争到底这样子故宫好好什么审查不公正或者这个东西会有影响，就是说你跟好像那时候就有一个议题不是吗？就是说你要相信民进党还是相信台大这样子，那你这个跑出来之后，大家说大家怎么会？所以如果民进党这是要安怎算哈？对。那你把林志坚的论文弄成这样子之后，你就没有话讲。然后后来台大开会的时阵，各个嘛是对林志坚不利呀，所以你规个林志坚变成消失。你本来桃竹拢靠林志坚你算的嘛，你这个林志坚落去了，那更较凄惨的就是新竹棒球场的问题，又连续发生，所以就变成说，你过去林志坚其实你评比也都是很好的政绩。从2018年韩流做起的时阵，林志坚嘛是连任，叫酸牙吼。对，迄当阵有一个人落选，你知无？林佳龙，吼，我歹势林佳龙，但是迄当阵民进党的执政家人嘛是连任，然后新店嘛是连任，这拢算伫韩流下面留下来拢算强的，所以林志坚在新店的政绩绝对是100%可靠的。可是因为选这个论文，变成把政绩的东西扭掉了，扭去跟。像他在吴总讲的，真好啊。对啊，你扭去跟台湾最高学府打仗，那你不是很奇怪吗？所以方向都是偏去啊嘛。所以这样就是没办法好收尾。
啊，这样就是沈慧虹又没有办法发挥一个人咱讲选举看这久啊，拢选一个政治人物要有一个魅力，要 charisma， 英文叫 charisma 嘛。啊，伊就是本身公务员出身，伊较无迄个明星的气质啊。坦白讲，啊，这政绩佫叫人拍落去，啊，你看你要安讲，背袂清楚。这我小等来请教吴总的，在因在地看这个沈慧琼吼，看起来较有这个领袖的这个魅力无吼。来请教这个邱老师吼，他拄啊敏宏啊讲着，讲这个76顶头吼，哇，这初开始去用引起论文，啊，林志坚吼，说本来爱靠伊看势所在，说拢无法度来发挥作用。如果你乃是因的目标，你的建议咧沈慧琼，伊即摆爱创什么代志？我首先我先讲一下吼，咱一般伫咧选举内底哈，无可能讲。应该安尼讲啦吼，一般来讲，我分做3部分来看嘛吼，来要设定一个人的候选人的形象，一个是伊家己，伊主观呢，我要安怎设定？像咱头拄咧讨论咧讲的吼，这就是你候选人本身哦，以你的学历、你的能力、你的经历吼，加起来你是要安怎来拍这场选战？啊，你甲你的对手比起来吼，你的优点是伫咧倒位？这是一个候选人伊主观的看法。第二部分啊，就是外口的环境是要安怎看你，啊，也就是讲，譬如讲即届啦，哈，即届选举，3个候选人较早都无咧想要拍迄个学历的问题嘛，啊，到尾因为媒体的关系，哦，外在环境的影响，外在环境晓出来，规个就是安尼啊。所以你变做外口咧主导啊嘛，哦，所以你即届就是安尼，伊本身想要拍、想要讲的，讲袂出来嘛。头拄你咧讲，伊讲伊林志坚的政绩袂歹啊，照讲是应该伊是伊的副手啊，可能林志坚伊咧做市长的时阵，伊真工程的，可能是沈慧虹做的，所以本来伊想要拍这个咩，啊，你外口去用砍去了啊。规个主题去用砍去，你这就无法度。啊，第三个就是你的对手嘛，你的对手嘛，伊嘛会讲你的形象啊。哦，你像阿林嘛，无这个问，伊有共款有这个问题，对吧？伊不照讲哦，就我所知啦，阿林嘛，伊做议员做了足地界，啊，伊的基本上吼，伊伫地方的做这能力应该是袂歹，伊的人缘足好的，所以咧后拄咧讲嘛，咱要到台湾选举历史到今麦为止，无讲因党部中央还袂提名，地方就先讲。先提名啊，伊自信很高嘞。头拄闽华有讲嘛，就表示你就知影讲伊伫咧市议会内底，伊的人缘是无好。对，啊，但是拍起来了后，就问对你，今仔节目一开始你就讲啊，根本就看袂到伊嘛。就看到两个，刚刚看到一个囡仔咧边啊，伊咧女性咧啊，伊咧边啊，敢若伊咧看伊观众的，伊毋是主讲的，就是安尼啊，这是伊的对手甲外口的环境，无互伊的这个机会，啊，伊本身嘛袂晓去创造伊的所以议题啦。所以回到转来讲你头拄你咧问我讲，若准我是因几个目标，我要建议你，沈慧虹，我一定要叫伊卖用拍。你讲你这4年内底，你做了啥物？你做啥物？哦，你当市长哦，当然讲市长毋是你啦，市长毋是，但是市长互我命令，我有做啥物？啥物我有做到啊？啊，别人的质疑，比如讲迄棒球场啊，别人的质疑，我也是说明啊。啊，你的专业性安尼得照出来嘛。啊，你袂叫人看片啊看呢？会上班袂？剩40-50天，安怎讲呢？44天。不管时间剩偌济啦，嘛是安尼做。你较牛的是的所在讲出来嘛，啊我无代志去讲别人，啊你走去讲别人，我头。即我先问在地吼，吴总，你敢有赞成老师的这种想法？紧甲你做，我看这证件吼，这其实都差不多呢，无讲差偌济。但是伊啊，讲到这个交通，伊算是伊的专业嘛，吼，讲到135啦，吼，啊伊的好处，你有赞同他邱老师讲？我有赞同老师讲的啦，吼，
啊，基本上来讲吼，因为我唔是测政治测真深的人啊，我是感觉，阮请你来就是这个意思。我是感觉讲吼，建摆选举就要讲你较歹啦，哦，啊你较无好啦，我是感觉安尼无必要啦。选举是爱选一个较好的人，啊选举要选较好的人，你爱甲别人讲你较好嘛，你是安甲别人讲伊较歹咧？这是阮选民的感觉啊，吼，啊你爱甲我讲你要做啥嘛？你爱甲我讲，你有啥物才调，你有啥物才情，吼，你会使做到倒一个程度。你莫甲我讲别人安怎，迄个亲像咱厝内底的小朋友啦，吼，见摆就讲，哥哥斗我拍，哥哥斗我拍，哥哥不乖，啊伊就袂讲，是你先甲哥哥拍嘛。啊，我是感觉选举选到安尼，台湾就一直有这个习惯吼，就是但是讲起来，咱新竹市的选民吼，应该是上少年吼，教育程度相对来讲算悬的哦。是。啊，你某种程度，吴总，你嘛代表这类的人哦。是。吼，恁的感觉，你的感受是毋是大部分的人的感受？我的感受是安尼啦。我会安尼问你吼，咱来看一个，你看这个民调哦，其实咧真有一个趣味哦。这个做的时间吼是10月4号到8号，啊，这是9月28、29，吼，这个星，这个号，你看哦，这高庆安呢27.3，新惠庆呢30.4，哦，这两个人比例，但是到了10月份，哇！新惠庆呢，伊属无啥叮当，但是高庆安中角37，虽然这无共款啦吼，无共款经咧做的，但是看到一个趋势。第一，新惠庆佮安怎做，29、30、30、29，可能是安尼，哦。但是高庆安有咧变动，而且咱是咧讲，伊来破伊垃圾水，照你讲，哦，应该有作用啊，会落落来。确实无落落来。吴总诶，你家己诶在地人诶感觉是安怎？是安怎无感觉？啊，大家感觉照常来支持。我是感觉讲选得掉迄人，总是伊较好嘛，咱较会选伊嘛。对，啊，别人较歹，其实不关我诶代志啦。嘿，我是安尼感觉，所以我是感觉讲吼，见摆选举你着要讲别人安怎愈安怎，啊，我是希望讲。咱要来出来选举吼，会使回归讲政策啦吼，啊，回归一个比较较议题性的，较议题性的啦，你会使为新竹做啥物？所以你有感觉讲，民进党在这摆新竹市的选举当中，策略上有小可胜误去。我是感觉讲，因规个政策辩护，敢若无啥物效果啦。无啥物叮当啦，比如讲，棒球场的代志好啊。棒球场是安那爱起伫原址，歪刷位。嘿，这是我的疑问啊，这嘛是遮侪新竹人的疑问。是安那你一定要起伫遐？是安你袂使起别位？我有问我的朋友啦吼，我有讲啊是安那你？一定要伫原址重盖，啥袂刷去起一个较水较大的。以后我的答案其实有几个啦，啊有一个我感觉最重要的，新竹市的棒球场吼，除了职棒以外，阁有3级棒球的需求啊。3级棒球是啥？就是国小、国中、高中嘛。啊，升棒安尼。啊，其实如果咱考虑到三级棒球的时阵。比赛的中间，迄毋是一天拍了的，所以你有住宿的问题，你有用餐的问题，你有交通的问题。啊，这寡小朋友，这寡少棒队、国中棒球队，毋是讲真好呀。所以，因的互我的其中一个理由是因为考虑到这点，啊，这点嘛是真重要的一点。啊，对于我来讲，我是一个家长嘛，我嘛感觉。伊若一开始甲阮讲这点，我会使接受。我会使接受为啥你要起伫原址？
你不爱去所以意思是讲，其实真侪政策拢无时间通说明啦。我是感觉讲，有结果有做出来，真好。啊，毋过像即寡代志，你去用拍，你去用拍，你个袂叫。哦。嘿，啊，你个点点去用拍，安尼敢伤故意着吼。嘿，伤故意啦。来，咱即摆现场佫来先的第4位来宾哦，是咱的政治评论者吴文琪。是。我要随来请教你吼，你看这个民调吼，对9月份一直来到10月份，沈慧琼吼，伊的民调拢维持29-30，这在新竹的这个民进党的盘来讲吼，其实也未封顶啦，也未到天崩啦，吼。但是高庆安哦，哇，虽然是无共环境的这个民调，有当起有当落，但是伊的起落呢，恐惊拢是。对这个年轻人所提来，你看这摆选战，对着策略来讲，显示伫这个数字，你的看法？我感觉是安尼讲啦吼，你讲沈慧虹，我感觉伊实在是衰啦吼，去咱若讲较直接，就是去林志坚带着赛嘛吼，因为一方面伊起步本来就较慢啊，但是你即马若咧检验讲，为什么高虹安，我感觉伊有法度会使安尼慢慢安尼起来，愈拍愈旺的原因，我感觉一个。上重要的原因，一个都新竹市伊的迄个外来人口的结构，算讲伊这个城市是足少年的哦。不管是咱所谓的吴先生讲的，以及这种高科技、三高啊，这种所谓比较高级知识分子，所以其实伊伫这部分高虹安伊就占着很大的一个便宜。第一个部分，咱若讲伊咧回到你他讲的讲泼脏水，坦白讲，这就是讲咱讲不怕不是货，只怕货比货。你若对比当时。林志坚阿甘迄个讲法，甲高虹安第一时间伊讲的时阵，大家有感觉嘛？讲哎呦，这人有叫嚣哦，而且伊敢讲哦，而且伊甲物件就摕出来，伊就单来甲你牵落死。算讲伊就是唔惊你检验，大家嘛看伫眼来讲哦，这个人可能伊讲的是真的，伊无闪骗嘛。第三个我当然我讲，第一嘛是。伊就女生嘛，吼，女性咱就讲定定讲，慢慢讲低高票啦，算讲嘛是生了水。怪，你讲虽然讲伊的回应是毋是有一寡缺点，讲哦，这个囡仔足臭屁的呢，学霸，但咱坦白讲啊，确实有较臭屁，有讲了无好无，嘛是有爱改进，但是徛伫吴先生，我讲咱若莫讲白臭话的话啦，这个人伫住伫新竹的人，有法度去高科技工作的这个人，伊本来内心深处就有一点仔优越感。算讲我就是真正真啊，我有法度年薪100万，所以我爱的物件。文琪，你安尼讲是真。对，我就是爱较好的，所以伊小可臭味无唔对，但是伊有才情啊。人因真正是北一女啊，伊真是下师大啊，唔是讲迄个林志坚甲考2届拢考袂到啊。所以伊虽然有失分，但是如果对比得分甲失分来讲的话，文琪，你这个讲法是真新的一种想法哦。可能有一寡人是心内是安尼想，但是无啥敢讲啦。你拢讲出来哦。其实大家心内拢免骗人嘛。我讲这就是讲，咱讲政治有人足简单，有人足黑暗的。这个人心目中是啥？可是我感觉新竹伊是占着上面上大的便宜。我讲实在，尤其吴先生、吴总，因拢是知识分子。你讲即摆咱讲的，今仔咱看到昨个新闻，李远哲讲迄句话。即马咱若要发展高科技，高科技来讲的话，电对倒位来？你看能源政策，新竹人会想啊，要求你搁咧白贼啦，你就明明就做袂到，迄就根本就2030近零排放，你就做袂到，你搁伫遐画好画烂，所以新竹人唔是戆人啊，所以我讲，这所有的问题，包括用电的问题，我觉得是互人感觉讲。咱有讲，这个民调是看起来讲，那就迄个人设效应啊，林志坚进行的新闻一点淡化，为啥大家搁遮尔啊讨厌民进党？伊就是你一直讲，你连执政6年啊呢，我互你6年啊呢，你搁规工到我咧武这问题。文琪，你讲到第二个重点就是讲，你讲的也是新竹市民，也搁是咧看这个大环境、大趋势来做这个投票的行为，对着这个地区型的选举。你的意思是安尼？对，因为也是有这个外围的效应。绝对有，因为算讲。而且我来问这个在地的吴总的，你的感觉？他文琪啊讲都无唔对啦，这高庆安是较臭屁一点嘛，但是小可臭屁啦，对啦。甲咱差不多啊，甲咱嘛是同款，我嘛是大家臭屁啊，是敢有这种感觉？我其实无这个感觉啦。哦，坦白讲，
咱科行内底吼，你讲台大毕业的啦，迄是做敢若啥啦？我毋是啦吼。毋过咱一间公司内底吼有高阶主管嘛，嘛是有做代志的人啦。做代志的人，毕竟来讲比高阶主管数量有较侪啦。对那身为讲你台大毕业，你北一女的你看咱较轻，看咱较无，这对在地人来讲，是有较无遮尼舒适的感觉啦。哦，心肝头较无爽快，较无爽快。嘛是有种人有想法。我私立高中的，我是新竹光复中学，盖有名啦吼，最近 HBL 盖有名。20年前阮嘛就有名的啦，小拍就有名。吼，阮较早学长讲来台北，讲光复中学大家拢知。龙魔好好，但是今嘛光复中学真好啊！20年前我光复中学毕业，我考到国立的科技大学。无啊，伊多用啊，吼。对啊，我科技大学了，我后来出来做事，家己创业。这个过程当中吼，高学历的我嘛看真多。所以你会感觉高庆安对恁来讲，尤其譬如讲，伊伫咱头仔有开讲过，伊伫即个。注册会内面的所作所为，对你来讲，伊敢若安怎？你家己的感觉？资策会来讲就是政府单位啦。嘿我政府单位，伊摕公家的预算去补助去读学位，恁的感觉？你对着因内面，伊比如讲因的同事，还是讲你若是伊的同事咧？我若是同事，我当然是无爽快。我坦白讲嘛，伊嘛有讲，伊迄毋是不只是公家的补助嘛，伊阁有资策会盈余嘛。那我若有一个同事摕公司的盈余，去出国去深造，转来就随走，我真正会气死。我讲实在是安尼。但是这啊，佫是甲文其他讲的这个小可矛盾伫的吼，就是讲。一个都市啊，一个选举啊，两种想法啊，但是显现在这个民调顶头看袂出来，吼。无，我来讲，迄个较右边迄个民调，还是较绿色走的啦。林传美他是从网络上捞的，那因为高虹安本身在网络上就是本来就是高声量的啦，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个选情是是目前这个。高虹安略胜一点点啊，但是还是很焦灼啊。那你可以看到国民党的态度就很好笑。胡文琪他应该是国民党的嘛，哈，伊咧帮迄高虹安讲话，你看，大家拢看到啊。这个就是高虹安，这个就国民党就是安尼啊，不管是徐巧芯啊，还是啥物。这我会互你时间讲。还是卢秀燕啊，啥，然后放弃迄阿仁哥啦，足可怜的，阿仁哥足可怜的，拢互国民党放散。然后全部都在支持高虹安。我看了阿仁哥在那在生刷呢。对啊，足可怜的，你看，家己国民党的人拢无你管。高虹安的就高学历人很多啦，然后这种人家你在台湾念的北一女啊，而且师大都算好学校了。可是美国辛辛那提有很好吗？不是，就有人开玩笑啊，美国的辛辛那提就像台湾的中华大学啊。你有什么资格？你有什么资格用那个很高傲的态度去甲大家讲哦，我学历真好诶，安怎？有时候是眼高手低，你知道吗？就是讲我做到读册，但是我做代志做到无半项嘛。像迄柯文哲就是这种人啊，讲一句嘴做讲诶，台北市互伊拖偌久啊？拖8年一条捷运也无开啊嘛，这就是眼高手低的人嘛。好，明宏。这样吼，我同款时间吼，这个文琪啊来，但是我先请教这个邱老师吼，看你有当做中间人吼，做中人。文琪啊，即摆咧替高庆安咧讲话，我唔知影这叫做替高庆安讲话还是唔是啦吼。但是我会互伊时间来辩解吼，看是对大人哥大人，但是这个办事，我罗秀燕也好，其他的，定定咧，甲这个郭文铁因安尼洗目尾。这是什么意思？应该安尼讲啦，我咧看，你即摆咧讲，应该是讲，顶几工啊，迄个
伊走去台中甲卢秀燕两个牵做伙，然后来推，伊一个选新竹市的市长啊，走到台中去吼，伊咧创啥？大家咧问这啦。我咧看啦，伊真简单，伊是针对淡蓝的国民党的支持者。哦。新竹市内底。千拿啦。千拿的，吼啊，这人即马可能伊，若准讲伊过去的投票的习惯，伊可能就投互林根仁嘛。啊，但是即马看起来，啊，连遐小可爱食亏，哦，啊，这个高虹安呢，若准讲伊刚走去甲卢秀燕两手牵起来，讲啊两个都共款嘛，哦，啊，伊就较放心甲票刷过来这边。哦，这是一个选举的策略。会使安尼讲啦，基本上是安尼啦。至于我头拄因两个咧讲的，我讲实在话。大家拢咧讲啊，唔是我咧讲啊。基本上，我头拄就讲过，高虹安伊即摆伊的个人特色，甲新竹市选民，尤其是年轻的，咱头拄拢讲过嘛，新竹市即摆是全国平均可能是上少年，40岁还无够，哦39，啊收入上悬的。出生率个上，个后生，嘿，会趁后生。这款特色的人，拄啊好高虹安即马甲伊捌钱嘛。啊，8年前，什么人甲这款特色会使捌钱？林志坚嘛。所以你看8年前，新竹市市民的投票，我研究者来看，我叫做投票行为啦啊。对投票的行为来看，过去8年无变，今年看起来同款无变。所以，甲因的选民特色有无？会使各做伙拢会赢的。柯老师，这是合理哦，吼！我给你时间问题啊，给你好好辩解一下。你是安怎拢无咧替大人哥咧讲话，替这高庆安讲话？其实我唔是，我感觉我是公道的啦，因为我即马无代表我是党员，但是我唔是发言人啊，所以我免替任何人讲话。我一直定定讲一句，讲咱台湾人无欠拿，无欠车嘛，无欠地，只要什么人咧替咱真正做代志，回到吴先生讲的，咱就投互这种人，因为咱无欠任何人，这人做好是拄啊好尔，伊是摕咱纳税义务钱，但咱回过转来，为啥高虹安有法度？我头有讲几个原因，曲老师讲的，讲这个城市足少年的，所以大家民选甲这个市民的这个特色有结合。伊袂去有较早的观念去拔掉咧，讲哇较早国民党什么10大建设啦，民进党啊哪拄啊啦，伊无咧国差点讲垃圾袂，无咧翕这种物件。你讲你到底做啥物？所以我即摆咧看，但你看为什么我讲咱定定讲第一次最珍贵，最宝贵。你看林志坚的迄个论文出来的时阵，去人拍的时阵，哇，风风火火。但为什么到伊去人放垃圾水的时阵，高虹安有没有大家有发现的话，不管是对南甲北啊、许淑华、郑文灿，最近只要是讲到这种物件，其实拢愈来愈无效，因为大家印象其实是林志坚迄第一摆上重要。后手拢麻痹啊啦，就无效。啊，过来我就讲对新竹人隐隐咧看讲对啦，他吴先生有咧讲，但是我讲。你若是真正好好啊认真咧去想，对啊，较早你拢甲我讲你5星啊、6星、8星啊，对，你会飞天会种地，哇，好棒棒！根本无想到你迄个职棒球场案，我就讲一个，那咱卖个讲论文啊，职棒的球场案，林哲轩一受伤，啊过来，迄个地当是伫台东，到尾汤唔出代志，3。啊，到尾落个安尼落来，对，是无死人，迄若有死人代志愈大条。可大家就会想啊，对啊，哇，这是毋是业配？啊无，叫因咱拢讲啊遮好的时阵，但是这些物件拢无法度检验啊。过来大家就咧讲，为什么这个标案拄好拢10亿到12亿，全部都绿油油？所以我讲，其实这个吼，我讲出来混啊，人在江湖飘，哪有不挨刀？这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所以我讲，民进党今嘛去拍，所以高虹安是伊发现讲，这个你高虹安有可能这个气势起来，但是伊其实。我感觉伊当然伊足生气的嘛，因为伊本来想讲林志坚的效益会使外溢到沈惠虹，咱台一定有讲过啊。沈惠虹伊基本上伊的知名度，咱坦白讲，真正无悬，啊起步佫慢，啊我头一定讲过啊，无想到叫林志坚带着赛，所以我感觉伊是非战之罪啊。将来若是讲要论战，无记你讲啊，即摆你还是无来解说讲是安怎你支持。唔是讲支持，你无替林根仁来讲话。因为我第一我无熟悉林根仁，吼啊第一我嘛无感觉伊到底做了好啊歹，坦白讲，他的知名度我若是坦白讲啦吼，因为咱拢咧插政治的，林根仁但是唔是即届
出来穿市长，其实咱对伊的了解有限。所以伊无好嘛，无歹，他就是一个在地很 local 的政治人物。但是高虹安圣公，不管伊是多一方面的表现啊，大数据专家啊，怎么样，我们才对他小可有了解，所以伊有捡到这个便宜。所以林根人不是无好，也是伊讲无歹，我是讲意思讲伊的知名度有啥一直拍。所以你头讲的一个问题，我即马敏凤姐可能直接我爱讲啊，这拢袂使好笑的。当卢秀燕把伊的手牵起来的时阵，我甲大家报。肢体动作就说明确，所以林根人讲啊，台中市政府发什么新闻稿啦，伊为伊支持，这拢无效啊啦，伊这个动作。但是你来看，卢秀燕伊安尼看，那就嘛足巧嘛，因为伊可能想讲，我台中市若法度够好，我要希望更上一层楼，增加影响力。伊的想法嘛无唔对哦，但是伊爱想哦，郑南君、深南君会安怎想？所以我觉得这都是政治这种物件，拢是一刀两刃。你感觉你足巧的，你赚到啊？你牵这个手，你甲我讲，伊是来台中市观赏，但是大家安怎想？但是我甲你讲，我觉得咱一直讲，咱是一个伟大的国家。阿扁也讲的，伟大的都市，放上人民是无伟大的情的，人民是无情的，无要紧，你敢做，你就爱敢担，因为大家拢在看，所以我感觉高虹安已经嘛是哦，我觉得他占到一个最大。安尼，我来创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吼。那即马人经人吼，那去压这个罗秀燕的手。哦，免讲什么主管议员有效啊无效？你讲第一集啊，头一摆啊，第二摆伊就咧压手。我感觉这个意义一定无啥物意义啊啦。阿仁哥无救啊，因为大家我嘛袂使讲伊无救啦，因为伊的基本盘伊就是在地嘛，所以伊的基本盘是足稳的，就看伊法度扩大无。因为我讲新竹人基本上是求新求变，你法度伫你的基本盘讲提出讲哦，我比高虹安提出来的科技政策，因为咱拢讲新竹。基本上重视交通啊、育儿啊，什么，无紧。你若有才调，你讲比高虹安较好的话，我感觉有可能人嘛愿意吼，伊在地已经经营遮久啊哦，你无互伊敢有公平。但是即摆你若是讲无一个北岛内底有墨水物件，啊，比较起来，这三个摊开，一个是迄个代赛，吼叫林志坚代赛，啊一个我知影伊在地啦，但是那像。唔知有做过啥，啊一个高虹安，有少年哦，查某哦，啊全党拢拍伊一个，这个人若是无够熬，民进党敢敢袂安尼甲拍，大家会同情伊啊，咱互这个查某水姑娘啊，是毋是一个机会？所以我唔是支持高虹安，我就讲就事论事，你来看这个选战，为啥高虹安会愈拍愈旺？大家会感觉同情弱者。是，文杰，你头讲了一个重点哦，讲这个新竹市咧求新求变。但是新竹的在地人吴总，是新竹人敢是一味要来追求求新求变，敢有无其他的愿望？啊，想要创啥，无一定是爱新，无一定是爱变，是毋是安尼？还是讲你有其他的想法？其实我是感觉讲，对阮新竹在地人，你甲城市建设好啦，啊，甲阮爸母顾好，甲阮囝儿顾好，吼啊。这应该就对咱新竹人真有帮助啦。无一定爱新，无一定爱变。对啊，第二是交通的问题嘛。新竹的交通基本上是无改啦，因为大家拢塞车上班嘛。啊，就是看你轻轨当时要起啦，轻轨起，有人讲有效，有人讲无效，但是你无当真正是唔知啦。但是照你的愿望来讲，新惠勤伊在这边有证件哦，伊讲哦。拍通一个断点，就是对这个这个叫啥？要透去了香山，是要透去香山迄条路吼。啊，三座跨管区的这个桥梁啊，推动五油啦，吼，这个五是其实五个五啦吼，五油的延伸到头份，互车卖入来市区，啊，直接落去到头份的这个科学园区。是，这交通建设对你来讲有感觉无？还是感觉伤远，你宁可市内加一个停车位。迄个三座桥吼，我是感觉有必要啦，真正有必要啊，因为咱即马要去竹北啊，真正是最遥远的隔壁嘛。上遥远的隔壁哈。对，上遥远的隔壁啊，外环道路吼，讲实在，伊要拍通迄位，比如讲牛埔、香山，其实你要为东区去到牛埔、到香山，有时不如你。不如你搭车去竹北，
豆豆赛，搁较近啦吼啊。毋过这真正，我坦白讲，这毋是一个新竹市长，这个位阶就会使解决所有的问题啦吼。毕竟咱新竹市够新竹县啊，啊有阳就是中央嘛，中央爱斗帮忙嘛。嘿啊，即寡塞车的问题，讲实在是真痛苦啦。我嘛望讲伊会使伫个短时间内底改善这件代志啦。我讲实在，园区的交通状况有稍微改善啦，但是都没有塞车，拢无塞车，无可能。应该是讲较早是塞要死啦，即摆是塞甲强要死啦。有改善，有啥物差别？咱袂使讲无改善，有改善，毋过无到根厝的状态。啊，因真正有拍通几条路啦，比如讲高峰路，哦，比如讲大学路51巷，加减有帮助啦。啊，毋过嘛是塞啦。啊，我是感觉讲新竹市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大众交通不发达啦，爱改善啦。哦。另外吼，他昨你也讲到一个问题哦，讲这个林耕仁吼，林耕仁，其实伊在地经营，譬如讲文琪啊，讲伊在地经营真久啊，但是对着这文琪啊，嘛是算作是过去嘛是国民党党部内面的人吼，嘛是真清楚地方的这个动态。伊对伊的这个动向嘛无一定真清楚嘛，吼。但是伊即摆咧选举的时阵，嘛是无互大家知影，嘛是安怎？如果民进党若要选，应该在策略上，吼，我来请教一下柯老师，在策略上，民进党应该安怎来对付这个林耕仁的这个方式？是讲卖菜伊啊，绑互伊踮咧缴刷，还是讲爱甲拉拉的，爱下来抢这个高庆安的票？对民进党来讲，什么上有利？我想，民进党这届的策略，一开始的因的设定讲高虹安可能是对手。所以伊一开始就甲人讲画靶有无？伊就是靶心了嘛。所以开始就要想要拍伊嘛。啊，但是因无想到讲林志坚论文的问题，变做靶心，去互讲哦。所以伊一直都想要找一个想康想胖的，要倒转的过来要拍高虹安。啊，但到愈拍我头一开始我就讲啦，愈拍伊愈强，愈拍愈红。伊即马若什么调转过来，要对付林耕仁，你找无着力点嘛？咱讲着力点有无？你要拍一个人，你一定要有一个着力点啊！哦，你要发功，要讲到一点啊！林耕仁你找袂到，伊即个人，你主持人咧讲，伊拢加在边仔交刷啊！伊即个人上好的一点就是伊的人缘真好。除了这点以外，伊无啥物特别的，所以你民进党要拍伊，有无？你嘛找伊人缘好啊，甲整到面皮安尼。就是啊，啊伊佫无啥物，议员做真久无毋对啦，啊但是伊无啥物讲，有一寡啥物叫人讲的，人借钱啦，人倒回啊啦，啥物拢无迄款代志嘛。所以我就讲，你找不到着力点嘛。啊，高虹安较好找着力点，咱讲实在话，较好，所以拢要拍伊。啊，但是愈拍。愈失分，这就是天生主人必人如此吗？这民宏，你感觉呢？如果咱来替伊啊出这个主意啊，要哪用？民进党应该要救林耕仁啊，国民党无救，民进党应该有义气啊。但是拢是新竹人嘛，新竹人救新竹人对吧？那林耕仁伊用有代志啊，伊有一个案件嘛，我会记有一个案件，所以中央党部要提名的时阵，有讲到提名的时阵，对，有讲到这件代志啊。但是迄案件那阵无偌严重啦，是啥物？所以就继续加上所有的议员拢支持伊嘛。啊，这国民党吼，伊胡文琪做过，我甲徐老师会讲，我拢讲中立的。啊，伊做党员，然后做过发言人，伊讲伊要做中立的。
大家都觉得很惊讶哈。啊，所以说为什么他就是在反这个氛围，就是在反民进党的氛围啦。就是说我支持一个可以打倒民进党的候选人，然后自己的候选人要不要动算，无要紧啊。主要是这是丁守中的模式的。对啊，就是绝对无吼。我再好文记啊讲者，想要要1分钟啊。动算就是主要的目标。我做弄丢咧个善良的歹囝啦吼。我意思是讲，民众安尼即个看，我感觉当然对我来讲无公平。我就讲，我即摆因为我做什么就像什么。我今仔做政治评论者，我就攻击其他代志。我感觉林根人即摆上大的问题，我来举个例，你就拢了解啊啦。林根人的问题其实甲迄个。民进党伫宜兰县咧拍林姿妙共款，你知无？啊，伊就是安尼的人，所以你安怎拍，伊拢你唔知要安怎拍，你知影？拍落去拢叫伊吸收去。啊，你讲伫宜兰当然啦，你讲江聪渊，我感觉伊嘛有问题，但是你若倒来看，就讲林根人伊的在地形象，因为伊经营足久啊，伊就那像曲老师讲的，伊无啥物问题，你知？但是伊嘛无足请兄的，所以大家对伊的印象讲哦，这是一个政治人物，但是伊无好嘛无歹，所以选伊就是伊可能爱讲。真正有法度讲一个亮点，吼来讲哦，这个人是不是真正有可能比所以你也认为说林根人无较好人选的？无，我感觉伊讲是对我来讲，特殊。对，他的佛还是太佛性了，因为政治这就是一刀两刃，我就讲你就是无。